再來看這台南麻豆的柚仔呢，去年是因為風颱致使這樹根受到損害，後來閣連續半冬攏無落雨，至陣啊，這花是開無到2成。農民是估計講今年這產量恐驚是會大減，因那農會是表示講到時就會啟動計劃，把這柚仔摕來做加工。另外，農糧署呢是講因會觀察1個月的時間，按算5月中旬提出救助方案，幫助農民渡過難關。農民提家刀當咧收柚仔種的大機，本隻樹種應該開始愛有真濟顆粒，到打煞空，因為入春過後，柚仔果是差不多甲蘋果邊大，不過這陣果黃生果的比率敢若剩1-2成爾。台南麻豆柚仔閣面臨減產的危機，主要是去年受到丹那斯風颱致使樹根攏害去，加上最近半年來雨水閣少，就安尼是柚仔樹今年開花狀況實在真歹，柚仔農怨嘆這2冬的心血恐驚攏烏有去。話你看話規場攏無開的啊，是足嚴重啊！即嘛是抑個無當去確定啊！你講要等甲2次生理落果了，咱較有當去確定講啊，今年的迄個結果量啊。颱風過後有沒有全部的落葉？全部都落葉了，所以他們左果母子全部都沒有了。預估如果損害的差不多剩下1-2成啊。面對大部分的樹種無開花，民代嘛趕起產地關心，要求中央速地行政作業，經啟動救助。那農糧署參農改場14嘛到場，講會趕緊召開專家小組會議，針對氣候造成的天然災害進行評估，就要閣1個月的追蹤觀察，上近5月中會提出具體的救助方案。農糧署會在5月中旬生理落果期結束以後，再一次到現場去聯合會勘，確認災損的一個狀況，那再依照天然災害救助辦法的相關規定辦理。伊這邊的樹種嘛，你得較弱小化，好啊，所以吼有可能吼有較無水啊，或者是風大，話伊葉啊甚至來了，伊這邊的很較獨立。較無像迄邊攏競做伙。除了減產問題，柚仔到時的賣相嘛，互農民真煩惱。農民講，這個條果愈較少，這柚仔種的營養若傷集中，留落來果粒就會生較大粒，無符合市場大家較愛細粒老種的慣勢。為着穩定農民的收益，農會這陣嘛開始規劃收買計劃，因按算會甲大粒的摕來做加工利用。面對氣候無穩定的挑戰，地方甲中央當咧全力備戰，降低產業衝擊。記者蔡台南採訪報道。